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生盐免生水，生水无盐上克开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一个人生做有汉盐比生做水搁较重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克，克开的克，读课的课，第四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克的意思，就是用肩胛头拍，比如做担当会砍直，会当食苦，咱讲这个人是刻苦耐劳；讲这个人真骨力，咱讲伊刻勤，要求家己足严格，咱讲是克己。啊，若摕倒转来恢复原形，咱讲是克福，复原之日福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克开，意思就是食亏；另外克开嘛有可怜、委屈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无写实。第二个词读做克服，意思就是摆脱困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世间囡仔家庭环境无好过，伊靠家己打拼克服比别人更较克开的条件，终其尾伊也是会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